咱的心灵、心理，坐伫摇花圣洁的圣殿内底，咱搁一遍三角向伊祈祷。主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的所崇拜的至高之神，我们要再次感谢你的灵，你的恩典，把我们一生带领到这个地步，在这里。一个巷子里面有上帝的灵的这个存在，主，这是一个恩典的一个聚集的一个地方。我们珍惜，我们也仰望，我们也一路向你来祷告。你将至宝贵的一个孩子，主耶稣为我们来世人来降生，这是一个何等的这个恩典的一个赐福。我们要进入到仰望你的时刻，求耶稣的灵来感动我们。今天早上所有的敬拜都得着你的一个应许，靠耶稣的名来祷告，阿门。弟兄姐妹你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说这个不如意的事呢？应该有吧所以我这一次我回来的时候，我有准备这么一个树的赞美这个主题。我们先来看这个画面。这个画面呢，我特别选了一只牛。这只牛不是普通的牛，是怎么样的牛？我绝对不会去选一个黄牛。黄牛。除了做牛肉以外牛肉面以外没什么好讲的。乳牛有它的意义，这只牛黑白有它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象征 ，special symbolization for this cow。旁边有好几个英文字，有什么 GOT、MILK， 加一个 question mark。你们认为是什么 ？God milk， 意思就是啥？恁啉啊未？恁啉我这个牛奶啊未？是不是？你们喝了牛奶吗？有没有人不喜欢喝牛奶？通通没有举手通通都是牛奶这个喝我这头牛的牛乳长大的，对不对？这是在几年前美国的一则广告，没什么样的广告词都没有，就是有画面，一头牛跑过来，跑过去，然后不断的一个这个字眼不断的闪出来。God milk， 意思在提醒看到我这则广告的人喝了没有，而且有没有喝了我这一排的？喝了我这一排，我想我回到国内来，我都会选是哪一排是比较香、比较合我的一个浓度、纯度是不错的，我都喝那个最脆的我今晚不是你来风格，每一个人喝的品味不一样。神已经把好的东西怎么样都提醒我们了，你喝了吗？喝了我这个牛奶是很有营养的，是让你有活力的。它的广告就是这样。好，下一个，哇，这是一个小孩子，小孩子，我越看越像好像是小孩子小时候的我像吗？不像但是我越看越像的。那个就是我如同敬拜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可能是大概是3岁4岁，3岁4岁。小婴儿你敢有看你过去？有，我相信你把你的小时候的照片你调出来。是的，一个小孩子，他怎么右手拿起来做什么？宣告
这个好大的口气啊！要宣告什么？他心中一定有某一个让他感受很深的东西，所以他才会怎么样？举起手来，左手摸着胸口，请问他是什么？疼痛吗？心疼吗？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怎么样？有一个在歌唱到某一个境界的时候的一种非常投入的一个神情。我一直很欣赏这张画面，这张画面应该是在敬拜当中，应该是在某一个有非常漂亮、非常美妙的旋律，让他听也让他唱的一个时候。弟兄姐妹，你如果赞美的时候有像这样，哇，那真的是你是在你的智慧、你的灵感比人家都还要更深刻，比人家都还要更感受的 ，very incisive， 很贴切、很深刻一个的意念。我想我们有一个这个我先问一下今天的一个话题，今天的主题，我特别要认为说树的赞美。奇怪，树本来就是一个树，怎么会这个唱起歌来呢？你若感觉讲树会唱歌啦，树会唱歌的人来举手。树会唱歌，好，一个、两个、三个，牧师终于举手，好，差不多1/20其他的人大概都是在观望说，谁举手大概是有举手，跟着投票部队，是不是？告诉各位，树它有自己的一个什么语言，树有它自己的一个传递的一个 frequency， 有自己的一个频率是互相可以去传递的，科学家都证实了。树也是怎么样？神所创造万物里头的一种物种，所以它也是怎么样？可以发出声音来互相传递的一种物种里面的一种。所以既然树会怎么样来歌唱的时候，树就是什么？为那造它的一个神来发出欢呼的一个声音。所以我们就认为说，树会唱歌，这样就奇妙，就是这么奇妙。你不需要用理智，你不需要用rational， 就是理性方面去把它给判断，才有可能说理性这个分析成功成立，然后才能进一步来这个了解。没有，神的话是要用感性，不是理性来一个解决的，不是理性来这个把它判断，用感觉、感性，更用什么呀？灵性这样的。如果可以的话，我以下的讲到我才能够讲下去，可以吗？现在了解了吗？树是为那造给他生命的一个神来唱出歌乐，向那个 Creator 来发出欢呼的。树会唱歌，我相信这个唱歌是咧真做高高上帝的一丛树一棵树要长大，请问它需要有怎么样的一个元素？阳光、空气，再来怎么样？最重要的水，对，三大。好，三大元素的时候缺一不可，我都了解。树它长大是需要充沛的一个水，需要有丰富的一个水泉。一棵树如果把你这个栽在那个沙漠里头请问树会长得很高吗？沙漠中的一个树一般都是矮部许，都是矮种的，都是短小的、瘦的这样很少是有树长得非常茂密的。在圣经的一个诗篇里面，我们接下来在诗篇第一篇第1节
到第3节这边有说到，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有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第3节更加的肯定，上帝要给我们的生命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在第1节的时候，你看第1节有提到几个布置，3个布。这3个布对我来说的，就我的认知是非常有保护生命的一个状态，是非常有怎么样保护你的一个灵，给你不受威胁，不受怎么样侵犯，也不受动摇。这3个布是哪3个布？就是不从恶人的计谋。第一个不从，第二个呢，不做，不占罪人的道路。罪人的道路走过了，那个弯弯曲曲的道路，你不要再去follow， 不要再去这个重复的一个跟随跟进。第3个是最让神来应用的亵慢人，会成为亵慢人的时候，那就是以什么？与基督还是与神为怎么样 against 为敌的一个hostile。所以这样的话，诗人在就是说在第一个这个第1篇就开他的一个心门，开门见山的跟所有敬拜神的一个百姓说，你不要怎么样。第2个，你不要怎么样。第3个，不是的，不能怎么样跟亵慢人的一个座位一样。亵慢人是以上帝为敌的，他所做的一个做过的一个位置，走过的路径，你通通不要去亲近，你通通不要去copy。我回来台湾，经常拉着行李，然后呢走过街行过街都有看到那个三不国家都有庙宇都有那个小庙、大庙。我只要让我走过的时候，我知道那里有个庙，我就说神来掌管，我就不再看第2眼了，我就拉过去，然后上帝掌管，我会慢慢的默念上帝掌管，上帝掌管。OK，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我知道上帝在保护我的心灵，就是保全一个你的命不受侵害。既然上帝给你这个有这个原则的时候，这就是爱惜的一个3步，跟我们那个的3步不一样。跟我们国家，上帝给他的一个百姓的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去遵从，不要去站在什么样的一个路径，不要坐过怎么样一个座位，就是很简单。但是他不是一直说不，他乃是说可以又怎么样？你的生命又可以怎么样？又可以怎么样？我们第1点，我们来思想树它的一个存在，有它的一个生命的功能，生长的一个环境，成长的一个条件，神就已经把那个佳美的一个应许，已经往我们身上放了。在刚才的一个许长老的读经的经文41篇41章的18节，我要在净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并要使干地变为涌泉。哇，这里有一个图画，净光之处会开江河，谷中山谷中会有一个泉源出来，然后呢，干的地方完全是没有水的一个可能的一个现象，找不出水泉的时候，竟然会有涌出泉涌出来，所以这个就是令人家非常很惊讶的。如果说我用我的一个力量
然后呢，以前所读过的那个愚公移山，对不对？小时候愚公移山，每一天啊去弄这个一堆土把这个这一座山，每一天不去挖一点搬到这个西边，东边搬到西边，最后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成功了。有一天，整座山会被你迁移的。请问我如果一天是挑100桶，还是更多？挑了1个月、半年、1季、1年，请问这个整个河川的那个渠道会让我这样每天倒100桶，会倒满吗？不会。你去倒看看，我不倒，我不做，你做。OK， 好，我先说我们这挑的你如果相信愚公移山可以在你身上成为一种印证的话，那你就去挑吧。我挑不到，即使我挑了10年，我也倒不出一条河川出来。但是这里有说，我要在净光好几次的我是乃是神，他的我的定位。神说我会使这个途径变成一个怎么样？你意想不到的，你真的想象不到的，使干地变为泉源，涌出泉水来。然后呢，净光的高处，净光是什么？我读台语的一个圣经，那个无草的山坪，根本没有一个可以生命生长的一个地方，就是净光，光秃秃的一个 barren place。我们秃头上面对不对秃秃的嘛？那个就是什么？没有养分，没有可以生存的一个地方，竟然可以什么弄出一条江流出来，奇迹哦！你这个画面，你去把眼睛闭起来，然后去把这个想想说，在你前面有一个这个根本是什么？是光秃的地方，然后神说可以让它有这么一个江河的一个绿地。水泉都够的一个地方，你看，神要使这棵树成为一个成长的树，需要有资源。这个资源、这个条件已经是供给你了，也供给我了。上帝已经为你预备，为我预备很好的一个成长的资源，难道你不要吗？难道你要忽略掉吗？难道你要把它溜走吗？第二点，我们来看树的生命是要来受赞的，树是要来赞美神的，成为赞美神的一个树，而且是一个很大、屹立不摇的一个大树。在19小节，41篇41章的19小节，这里有说我要在荒野，第2点，我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皂荚树、番石榴树、野橄榄树，我要在沙漠，要在松树，把松树、杉树并黄杨树一同合在一起。第2点，我们下一个这里总共有几个树？有香柏有提到香柏也有提到这个野橄榄、沙漠松树、杉树都是巨大的一个树种，7种。弟兄姐妹，你有兴趣于选哪一种？你比较喜欢选哪一棵树？你介意这几种树你定了有用3千袂歹，3万块大丛有的人会说，这个番石榴树也可以给淡薄灰气，有一些小果子也可以这个拿来摘来吃，满足一下。野橄榄也可以榨一点橄榄。弟兄姐妹，不管你选哪一个，神都为你预备了，神都已经把好树都弄在你面前了，摆在你面前了，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这个神是恩典的啦。真正你想啥，伊拢知，你要安怎计划，伊差不多知影讲你明年要创啥物货。
你明年即将要怎么样？有多少的方案？你要摆出来，你要计划出来。然后计划不是计划给上帝的，是计划给你与上帝之间的一个怎样一种交流。上帝然后再来的确定。你先让天父知道，天父再来的知道一一来的他让你来成就，让你来完成。这就是神给你的一个心意，有一个很美好的，不管你选哪一个树种。有的人说，香柏树大概是这个排第一的，没有，通通都是第一的。因为耶和华说，唯有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这个人变为有福。但是还有一个条件，你要得到福气，你一定要4个字：昼夜什么？修结。你一定要听我，你要拿行李，你也想等候公车，对不对？等候要远行，要坐飞机，要往哪里去？耶稣都知道，你这条路要出去，可能是谈100万的生意吧，对不对？已经了。每一个意念，你拢讲上帝，我叫你你甲我，你答我扶持，甲我，甲我意念，安尼甲我加油，为我加油。今天早上我大概是5点多起来，我太太师母赖过来，2个贴纸2个贴纸，主加强你。过来耶稣爱你。我看你啰嗦。说真的我很坦白我看到这样有意思，这个女子有意思，可以吗？可以这样认为吗？楼上好像都静观其变的，没什么反应。拜托反应一点来，当你接到这个主加强你后面刚刚说一个倒水剂，一剂强身剂，重心进来，对不对？然后耶稣爱你，其实耶稣爱你，他不好意思说我爱你。好像没有那个贴图我也爱你，好像OK， 所以如果能够第3个图，大概是贴那种的我太太比我比较不浪漫，我比较浪漫，我弯刀起拔，我家就只有一个男生，就是我的2个孩子都是女儿，所以每次要有什么施工都是我输，为什么？投票输了，知道吗？他们都会这个常常会鼓励我把给他输你的教导少数服多数，对不对？要去哪里旅行，要去哪里往什么地方走对，我通通都是司机，标准的，我是可以连续开车13个钟头，从Yellowstone 那边一直奔到从黄石奔到那个 Las Vegas， 不用休息的，主加起来，只因为拍个肩膀，开车吧，后面拍肩膀，主就给我有能力，这就是一个例子。日夜思想神的人，这种人才有qualification 才有资格你免想讲你不想你读康你没有在荣耀，你没有在唱赞美诗，你的心中有很多怎么样可以抵挡什么魔鬼的一个侵袭的那种本能一定要日跟夜反复思想 ，meditate day and night， 就是这样，这是一讲上帝讲的我跟进而已，我来跟进这样。好，所以这个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到原来神给我们的是要叫我们活出那个明白的一个悟性，明白的理性超过理性的那个悟性，活出悟性来。我们第3个要活出树的一个生命的价值，树的一个生命的价值，它是要怎么样？神是要把你栽在一个溪水旁，他不会说把你栽在什么一个什么水沟旁，他没有说水沟啊，你说雕那 K， 这个溪水你看这个溪水一定是必是什么
干净的，必是水泉一个丰富的。所以这样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领受读神的一个话语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读的这个所有的都是非常怎么样干净的一个思想，非常好的 purification 的状态，因为上帝就与你从你摊开圣经，从你预备坐下来安静领受的时候，就开始同在，使你读得都明了。所以在第3节的时候，树的一个生命价值是要有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的人，能够结出果子。这个果子是叫人家能够明白神的话语。所以在这里41以赛亚书41章的20节，41章的20节，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是耶和华的手所造的，这是耶和华的手，这个手是大人的手呢，是你无法去把那个水桶挑出，一直往这个河川里头倒，能够倒出一个满意的一个河川，你我都没办法成为这么一个这个原则。所以神的话语是要叫人家看见。第一个，你如果没有看见的时候，你怎么能够进入知呢？知的那个第二个一个 second step 的里头你就知不了知不了的时候，你就没办法想最后你明白不了。所以还好，他说好叫人看见，看见之后 ，seeing, knowing, thinking and understanding， 每一个步骤都是上帝给我们的非常清楚的一个教导。你步骤1、步骤2，直到明了，这是耶和华的手所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所促成的。我想我们的一个香柏树的音乐宣教就是这样，要快去，地虎起。每一站本来是前2年香柏树形成的时候，前2年都在美国本土布宜诺州。第3年就怎么样？居然到了南太平洋的New Zealand那边的一个卫理公会丁乐教会邀请我，安尼去差不多10天内底去有3摆。所以3年的时候，之后第5年又往南美洲里头带领，到巴西，到阿根廷，不一样时间去。所以来来去去的时候，哇，越做好越有天赋的一个神，握住神的一个权柄跟能力的一个这个传播。我感觉上帝真的是疼爱他所要为他做的一个这些赞美的一个传播，让我们越做越是广阔。第7年、第8年去到非洲，博茨瓦纳、斯瓦蒂还是南非，这样的一个所以那者那有空旷，那有宽阔。到今年我们也去到那个苏尔马斯科，宣教士又差派我们赶快往南边的一个中亚，飞了2000公里的一个中亚，那边有2个教会，分别在车臣共和国车臣Republic， 还有到一个就是达吉斯坦，我没听过，去到遐才知讲那地方真的是回教区你去到遐不能随便乱唱诗歌所以进入不一样的国度，居然还有上帝敬拜上帝一个神的教会底下设立，在那边没有一个台湾人，就只有中国大陆的华人，可能是东北跟蒙古人比较多，在那边做生意，所以他们遇到的一个困境，生活的一个挑战就这让我们感脱俗，所以我们就在那边做了大概是9天的一个宣道，总共的一个苏俄的一个宣教大概是3个。有机会到那边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原来敬拜上帝的人
是那么样可恶啊！比我们在台湾，比我们在美国里头做的那有冷气的，他那边是没有。那边的一个生活方式啊，完全是跟亚洲不一样的一个形态。感谢神，也带领我师母，带领我们团队四处去这个做音乐方面的一个宣教。以下有一个宣教的一个短片，我们把灯光台给 turn dim， 把它转看一点，然后请影音同工3分钟的我的宣教影片。来这位来观众。这是阮领受上帝恩典的12年的精简浓缩。上帝恩典敢是伫短短时间就讲会了吗？无，一生差不多你认识耶稣之后，相信耶稣决志了，一生跟随的时候，直到永远。所以这就是阮牛逼受的一个成长经过的时间。头拄有一张的相片是阮去非洲的时阵因遐宣教师甲阮讲，恁行路行伫路中，还是行出恁的迄个住宅外面恁伫行路爱细致，行差不多4、5步路，都爱回头一下。我讲啥爱回头？伊讲看有人起来对我讲哎呦，哪爱恐怖？
伊讲有伫遮吼，抢劫、抢夺，甚至丢了生命都有弟兄姐妹就这样丢了，这样所以安尼出国一定爱教会的设计，所以想不到我们这样很仔细的，眼睛睁很大然后呢倒数第2天，果然被抢，整台车子差一点被迄个抢入去乌人社区内底。我的宣教师当地的宣教那个段牧师这里头前，伊是是足经验，伊去遐20天伊嘛叫我某甲哀叫，然后我毋是足有钱的用英语我毋是足有钱，我毋是来遮做生意的，阮是团队的，无啥钱全部搜查，查一点叫阮的车开锁匙来交由乌人，所以第2个乌人跳起来了我坐伫第2排边跳起来了就甲阮录对我的头有怎坐落，我讲这个真重，300块，我挡袂掉。我本来有迄个机会有时间跳落去，但是下一秒讲唔好跳你走咧，其他人也是会激怒着这黑人可能一个随会互枪杀，还是车开入乌人区。足侪伫遐华人规台车入乌人区内底开入有进无出，没有出来，这样。所以安尼大家哀叫阮的姊妹真惊有年纪有移倒来，说我们怎么这样呢？惊死阮太太坐条屏，甲别个香港的姊妹，伊拢点，毋敢讲话，所以讲6、7分钟的行来中间，好加载。第三个，还佫第3个，听讲行倒是行成，伊就准备我毋知影有第3个伫车后面。这就是一个会当经过行下来的一个情景是阮了我感觉上帝真的奇妙，司机是一个兄弟，伫遐做20天的工程，足摕钱的，所以伊讲这段路去到北方的那个波斯巴纳国家，一定会拄着劫匪的，所以伊的库克内底所有的库克拢唱南非币，一抓出来，全部分筹成集团拢是真侪万，一个口袋就足侪万所以准备叫做金蝉脱壳所以伊有经验。本正今仔收声，到尾我摕着钱了我去看恁走。宣教师讲若要互叫咱人咧讲，安尼是我就甲伊关起来，就甲伊看后面有种来，去报警，就是警察讲无你就好无受伤无就卖，免报原来迄个警察差不多是安尼。所以无误办伊块地区真正是宣教师甲阮讲恁去来阮遐姊妹讲惊死我讲叫全部惊，我真正是会惊，但是要去因足欢喜，所以我就计划要去。所以兄弟姊妹，这条宣道路，我用音乐，我用创作来表达耶稣爱我。神已经把那个使命交托给每一个为他宣道的人。我是叫人来付水，所以上帝的话已经感动嘛会感动恁嘛会互恁安尼足愿意来支持我。所以阮伫楼骹，我有我的著作 CD 也有我的一个这个现代诗歌某西篇的合唱的一个CD 的专辑比较广本有音乐大边有放迄个阮的奉献图恁若有感动的人凡是有感动的人，等下回程迄个礼拜煞过遐就摕一个录互阮支持，无论几百，迄拢诚做阮的一面的迄个一个路程的一个宣道的一个飞机的一个费用反正诚做阮的有必须的帮助，一支有力的手来通帮助。最后一个诗歌是不是咱过来唱的迄个金手敢有？金手
我是耶稣的宝贝，我昨暝到新华队一点5年啊，我是耶稣的宝贝，咱唱台语。非常感恩的心灵来迎接你的再一次的一个降生的一个日子，这个是值得纪念的恩典的时刻。主，这是你的恩典落伫阮遮的百姓的中间，阮较有法度正做你手中的宝贵。主，这个恩典是永恒的，不是单每一年的恩典尔，乃是每一日的时刻，阮拢要求讨，阮拢要互活去。就安尼，将阮的生命看作你的宝贵，这是阮的幸福，这是阮的幸福。求你继续怜悯阮这间教会伫这个社区会当做平台，做工做业，互主来大大来使用。靠耶稣的名来祷告，谢恩，阿门。阿门。请坐。谢谢。咱要来奉祷，请咱为咱教会、为咱大家来祈祷。咱若为着教会即马咧奉劳的工程来祈祷，为着咱的奉献来祈祷。咱若为着咱的肢体、身体欠安的、咧尽养的，还佫伫病边的病人为伊祈祷。咱当心伫上帝的面前祈祷，上帝会甲你听。用这首遇见爱，把神啊所领受的一个恩典，完完全全
你创造世界，赐下这礼物，我深知就是主耶稣的爱。患难不是我与神来隔绝，唯靠主一步一步前行。你创造世界，赐下这礼物，我深知就是主耶稣的爱。患难不是我与神来隔绝，唯靠主一步一步前行。遇见主充满我希望之火，我渴望常遇见主的爱，点亮我眼睛，引导我人生，使我眼目常遇见主的爱。无论讲，无论对着啥个环境，总是有迄个通倚靠，迄个主，迄个主就是要互你生命更新的主，来甲你三基地，并即时到咱的敬拜的舞会。你创造世界，赐下这礼物，我深知就是主耶稣的爱。患难不是我与神来隔绝，唯靠主一步一步前行。遇见主充满我希望之火，我渴望常遇见主的爱，点亮我眼睛，引导我人生，使我眼目常遇见主的爱。上帝已经将伊的福气赐予伊的百姓，咱是伊的百姓的一环。今仔日来到建成基督教会，真正是有感动。上帝的福气会延续下去，继续延续下去。遇见主，充满我希望之火，我渴望常遇见主的爱，点亮我眼睛，引导我人生，使我眼目常遇见主的爱。让你今晚再来遇见主。是我眼目常遇见主的爱，是我眼目常遇见主的爱。但是我礼拜不是已经煞，是开始要行出这个殿堂，愿你今仔日领受上帝大的开力，甲你同在。明年的计划还开始计划啊，有正好的脚步已经可以展现了，彼此祝福好吗？好，来彼此握手，彼此握手，好听的哈，音乐好声，我跟传递，我用这首诗歌将神的一个大能传递给你们，上帝的福音给你们，大家晚上的时候，圣诞平安吼，其他先来讲圣诞平安，平安。伊楼骹有迄个香港市高速下移甲 CD，我带伫遐